后来乡亲啊，继续要来关心的是这个俄罗斯侵犯到乌克兰，今仔日第12天，俄罗斯的军队即摆是针对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一步一步咧逼近。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离基辅22公里的伊尔平这个城镇咧采访的时阵，就看到爆炸瞬间惊险的场景，嘛看到当地民众载着简单的行李，甲亲人惊狂逃难的混乱的场面。因为这个俄罗斯可能会对基辅发动着攻击，乌克兰的军方已经伫要通到首都的道路来起这个作战的大水沟，要全面来备战。这查某人甲记者咧话讲，这真危险，雄雄一声真大声。当时是茫然散雾，记者拢看无边的情形，烟雾散去了，刚才看到进前讲的这查甫人已经倒落去，被人诱离开啊。道路边啊，敢若有人受伤，大家赶紧围过去。炸弹去碰到一间人家厝，这查甫人真无奈，看到伊的厝好火全咧烧起，记者赶紧叫这查甫人赶紧走。一行人伫逃命时，佫听到远的所在有炮火声、甲庆祝声。Okay, let's go. Let's go. Go, go, go.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这个所在进行全面的轰炸，基辅附近的伊尔平这个镇就遭受猛烈的攻击，民众赶紧带囡仔、搬行李，走去相对较安全的所在。这个时阵，又有爆炸声，因为无所在通避，大家惊一个拢趴伫涂骹。头前又有一张大灯树啊倒落来挡住去路，这边佫赶紧来斗相共，帮助这民众飞过了上营区坐巴士。俄罗斯的部队步步逼近首都基辅，为了阻止这个攻势，乌克蘭的武装部隊全面的備戰。Облаштовуємо блокпости, відвигаємося на групою швидкого реагування. Все буде добре。为军方发布的影片中，会使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士兵伫通到基辅的道路有乌箭盒加武装的检查站。若是俄罗斯的军队来进犯，一定会全面的反抗，全力要保护家园。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